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9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篇，箴言14章12節到31節，使徒行傳第4章第1節到12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個分享的主題是唯一。猶太教甲基督宗教所相信的是獨一的真神，唯一的救主。好啦，親像10條誡中間所講的，除了伊耶和華以外，無有別個神明，咱袂當拜給其他的神明吼。但照人的這個歷史的發展來看，人經常佇生活中間受到威脅，去對異邦的來拜偶像，甚至來造神，有時就家己掠做家己真權自我中心，卻無願意誠心實意來敬拜上主，甚至欺壓其他的人，看起來人掠做家己真聰明，家己其實是愚妄的啦吼。箴言14章12節到31節，所羅門王智慧的冊安尼講着，有一條路看起來真真個直啦吼，到尾世到佇死亡，人咧笑的時心猶有憂鬱，快樂的結果會變成做悲傷，歹人一定會受報應，好人一定得到報賞。戇直的人，逐項攏信；通達的人，步步謹慎；智慧的人，事事謹慎，遠離歹代。戇人驕傲放肆，快生氣的人做代志愚妄；詭詐的人，互人怨恨；戇直的人承接愚妄做產業；通達的人得到智慧做花冠。歹人拍落佇好人的面前，罪人拍落佇義人的門口。善食人連厝邊攏厭戰，好嘢人朋友真濟。看見厝邊的人有罪，憐憫善食人的有福氣。計無歹代會行入迷路，計無好事會得到人的真心憐憫。逐款的拍拼攏有利益，空談會抵到佇善食，智慧的人的財富是因的花冠，戇人會戇到落尾嘛是戇，講實話做證救人的性命，做偽證是用伊的詭詐害人。敬畏上主有堅固的倚靠，伊會行離逃閃伊的所在。敬畏上主是活命的水泉，互人免陷落死亡的牢網。百姓多，國王有榮光；人民少，人君就衰敗。袂快受氣是大聰明，無耐心的是顯出愚妄。心平靜，互身體健康；怨妒，互骨頭柔軟。壓迫善食人是褻瀆創造因的主，好款待無錢人是尊敬主。人必須愛來敬拜，遵守唯一上帝的誡命，更加需要用聽人來表達家己是敬拜上帝的。所以遐會欺負善食人的，就是定義來侮辱上帝，這是經文所講的。彼得佇迄個聖神降臨了後，伊就領受聖神的氣力，勇敢佇眾人的面前做見證，這個國活的基督，並且大膽來傳福音，見證耶穌基督是唯一的救恩。使徒行傳第4章第1節到12節，彼得安尼講着。彼得甲約翰對群眾在講話時陣，有祭司、聖殿的守衛官甲撒都該派的人來，因非常的生氣，因為這兩個人使徒在教示眾人，根據個耶穌閣活宣講死人閣活的事，因就掠這個兩個使徒，甲因拘留到佇隔日。
因为天已经暗，听到信息的人有真侪人信。查甫人的人数差不多有5000。假日犹太人的领袖长老甲经学教师聚集伫耶路撒冷。大祭司阿那甲该亚法、约翰、亚历山大甲大祭司的家族嘛拢伫遐。因叫使徒来徛伫因的中间，问讲：恁靠什么款联奉什么款的名做这项的代志？迄时彼得受圣神的充满，因讲各位民间的领袖甲长老，愿今仔日若是为着互即个骹歹的人得到医好，这项事受查问，恁大家甲所有以色列人拢着知。这人完全勇敢徛伫恁的面前，是靠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这位耶稣恁甲因钉伫十字架，毋过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国话，伊就是圣经所讲的，恁才会起厝师傅所起杀的招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奇迹。耶稣以外拢无拯救，因为伫天的人间，上帝无想事别个名，互咱通活过来得救。无其他的救恩，上帝只有想出一个救恩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伊就是上帝救恩重要的基础，是世间人唯一的愿望。诗篇12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拯救现实虔诚的人无去啦，世间忠信的人灭绝啦，人人对厝边讲白贼，因讲负天的话，嘴讲一款，心想一款。求上主对风捌浮停的嘴唇，挂断讲大话的舌，因讲阮要拢靠舌来较赢。嘴唇是阮的，啥人会当甲阮控制？上主讲，为着困苦的人的冤屈，甲散请人的土气，当我要起来，甲因安置伫切切险无安全的所在。上主的话顺传，亲像银伫土造的火炉炼7摆。无路用的人，互世间人看重，歹人逐所在。威风丧世，上主啊，求你来保护阮，保庇阮，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，成做阮的拯救，亲像耶稣基督家己的宣告。若无正着阮无人会当去到白遐去，恳求主来帮助阮全心全意接受这个救恩，并且愿意听人亲像家己来见证主的救恩是唯一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